接落來，我哋來看一套測驗嘅第二種題型，文字理解嘅偏重理解。你會按樣順來正確回答咯。問大家嘅建議係：第一，我先看清楚題目同選項；第二，將過來看文章，對文章地圖清楚關鍵嘅詞彙、語法得到線索；第三，對照題目嘅選項了後，是識得選出正確嘅答案咧。比如講一題，我哋來看題目同選項。一，文章地圖作者清詳設計係乜嘅？一，番薯葉；二，羊麻；三，菜脯卵；四，拍盤。二，這兩項題做乜嘅？會強下入學就隔強班。一，今日係上班咯；二，副卡生活較苦；三，讀書嘅路較遠；四，兩項題感情好。看拍題目同選項了後，我哋將過來看一篇文章。記得我讀書嘅時節，我講同我強下入學就隔強班。不過佢比我太兩歲，家下佢學校嘅山路當然，父親就冇讀書班好強下去。阿爸驚佢一個人行山路冇伴，將會等到我兩歲有伴呢，將強下去讀書。佢好今日嘅教訓，我就放鬆，是看到阿妹都做下主菜。準備我哋嘅盤包，甜到將煮好燒碌碌嘅番薯盤，還個炒番薯葉同滷姜麻，看到兩道菜同特別設計冇乜嘅爭差，好彩還有煎起香撲撲嘅菜脯卵，不過還係食唔到拍盤。這種時，規山度嘅人生活都差唔多係安尼，怪得幾多人會講，要麼唔好嫁到太山背，上家獨在，落家獨背，食番薯幫鹹菜，是係個我哋得嘅生活易艱苦。看拍文章了後，我哋將過來看題目。第一題，文章地圖作者清詳設計係乜嘅？一，番薯葉；二，羊麻；三，菜脯卵；四，拍盤。圖文章第二段嘅詞每一句，不過還係識唔到拍盤。對呢句話是實在尋到重點線索咧，所以NSD 作者清詳愛設計係拍盤。第二題，這兩項題做乜嘅？為強下入學就隔強班。一，今日係上班咯；二，副卡生活較苦；三，讀書嘅路較遠；四，兩項題感情好。了解選項嘅意思了後，我哋將過來比對文章嘅內容。圖文章第一段嘅第二行是會看到這題嘅線索。家下去學校嘅路當然，所以這題嘅答案我哋是愛選三，讀書嘅路較遠。